原底昨暗，咱的最后一场复赛是打算要派出王牌投手林育民来对抗日本。不过因为伫咧下晡就提早确认着进入冠军战，所以就临时临邀宣布要换做同款是倒手怪投手陈必清连续2天做先发上场，就是为着要将林育民留到今仔日的冠军战。现在临时换先发，咱队是受罚1999块美金，大约是代票6.5万。这间是咱台湾人32档，搁再拼入去国际比赛冠军战，全队拢拍拼要来争取公赢。第日大战赛后记者会现场快加满满，日本媒体三遍问中华队总教练詹浩君，为什么临时决定将先发投手林育民改做陈必清？从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跟日本武士队的总教练这边，我们有示意说我们可能会换投手，那当然也对他们造成困扰。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可以让明天比赛，那我们是有一个更精彩的一个比赛这样子。詹浩君讲，临时换投手可能会造成日本的困扰，不过是为着冠军战伫咧做准备。日本队的监督前端红河被问到这个代志时阵讲，这是 WBSC 決定的代志，無什麼關係。先発ピッチャーが変わ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はね、試合前に向こうの方から、聞かされたというか、提案は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、でそこに僕らが関わることではなく、大会側だとは思います。这场比赛咱虽然6比9輸球，不過因為美國贏委內瑞拉，雖然提早確定會當晉級決賽。比賽後，選手因看起來心情真輕鬆。台北也是幫我加油，這也是那種感覺是哇要把你壓死哎，但我覺得還好，就是其實自己也不會緊張還是怎樣，我覺得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做好。老話一句啊，就是能夠為台灣貢獻一份心力，對我來講就已經很滿足了。一開始就是大家都不看好嘛，我們可以走到這一步，其實大家都很努力、很感動，就是希望可以感動到台灣的球迷。自一開始，大家無啥願望，到拍入去4強，怎麼個要拍冠軍賽？選手講因大家攏真努力，希望個拍一場感動的球賽創紀錄。中華隊過去在國際一級賽事最佳的成績是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的銀牌，時隔32年再次闖進一級賽事的決賽，至少是亞軍保底。24號的晚間就將和日本隊一決高下。以上是公視記者林曉慧、沈志明在東京巨蛋的採訪報道。